大家好，好榮幸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參加嘅呢個 program，即係美國 Williams College 教學助理計劃。首先，等我介紹下自己先。我係舊年 UC 中文系嘅畢業生歐樂儀。喺參加呢個計劃之前呢，我曾經喺本地嘅中學教過 DSE 部底，亦都喺 NGO 做過針對南亞裔學生嘅華語教育，喺校園內外舉辦過大小嘅文化活動。我之所以參加呢個 program，係因為我喺畢業之後既諗緊要唔要繼續讀書，亦都想探索唔同類嘅教學機會。再加上咧，我冇去過 exchange 啦，咁所以我都喺畢業之前把握最後呢個機會報名去 Williams。等我簡單同大家介紹下呢個 program 先。我畢業之後咧，喺8月嘅時候嚟到 Williams，喺佢哋嘅亞洲語言文學同埋文化系做一個教學嘅助理，為期9個月。期間會同嚟自台灣、內地嘅 language fellow 合作。喺香港認識 Williams 呢間大學嘅人可能唔係好多，但其實佢喺美國嘅聲譽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唔單止喺好多嘅文理學院入面排名第一，今年更加喺福布斯全美大學排行榜之中排第7，僅次於史丹福同埋哈佛。咁所以對於想留喺美國、加拿大發展嘅同學嚟講呢， Williams 唔單止有好多資源，對於大家 CV 亦都好有幫助。我哋學校位於美國東北部嘅一個小鎮，呢度四季分明，可以清晰咁樣見到季節嘅轉變。但亦都因為係一個小鎮啦，咁所以鋪頭唔多，而且比較集中。例如左邊呢張相呢，就係我哋2條商業街之一。而生活方面，Williams 同埋 UC 各自都俾咗好多幫助我。我喺呢度每2個禮拜就會出一次 allowance，雖然金額唔算太多，但因為學校有住宿同埋有一個 meal plan 會提供14餐免費嘅 quota， 可以自由用喺早、午、晚同埋 weekend 嘅 brunch 入面。而呢度嘅 canteen 係自助餐形式，每日有主食、有肉、有菜、有甜品、飲品、水果、沙律，亦都經常有唔同國家嘅菜系啦。咁所以選擇都幾多下，基本上唔使自己開火煮食，可以慳翻一大筆嘅日常消費。而喺住宿方面呢，我同其他3個嚟自唔同語言嘅 TA share 同一間屋。我哋一共13個人，嚟自12個唔同地方、6個語言嘅 department。而校方呢，就特別將同一個 department 嘅 TA 拆開，俾我哋接觸唔同文化背景嘅 PS， 同埋都更好咁樣分開我哋嘅工作同埋生活。大家可能都會擔心喺香港到美國 move in 要帶好多嘢，但其實開學前1個禮拜我哋有二手市集，會買好多唔同嘅生活用品，甚至小型電器。去到10月中呢，鎮上面二手衫鋪亦都會有 winter sale， 有大量嘅冬天衫可以買，價錢相當抵，而質素亦都唔錯。我今年嘅教學工作最主要係負責中文401、中文302嘅1對1單班課。以中文401為例呢，我哋一班有14個人，每個禮拜呢，我會同每一個學生上30分鐘嘅1對1，討論我哋學到嘅一啲進階話題，幫助佢哋用課堂上面學到嘅語法、詞語，改善佢哋嘅發音同埋佢哋嘅段落組織。並且呢，我要針對每一個學生嘅能力、興趣同埋佢哋嘅學習目標去制定我哋嘅學習內容。此外呢，我哋每個禮拜亦都會有2次嘅 Chinese table， 同學生一齊食飯，用中文傾偈。呢個係認識學生、了解美國生活嘅好時機。而每逢節日，我哋都會有 special Chinese table 一齊慶祝，食月餅啊，叫下亞洲菜嘅外賣咁樣。因為我哋香港 TA 嘅教學經驗比較少啦，咁所以我哋教學方面嘅工作唔算好多，但係呢，就係負責舉辦每一個學期嘅文化活動。嚟今年呢，就搞咗遊戲日同埋卡拉 OK night， 同埋我哋每個禮拜亦都有一次 Cantonese table 等等。而嚟緊嘅 winter study 呢，唔單止我要同另外2位 LF 一齊負責為期1個月嘅 sustaining program， 亦都要去準備一個 reading club 俾同學參加。我仲打算去籌備一個廣東話班啦，俾有興趣嘅同學去報名去學廣東話。所以香港嘅 TA 呢，唔單止要有搞 event 嘅能力，可能亦都要有一啲宣傳嘅技能，例如去 run 一個社交媒體，或者係寫 copy、整圖等等。雖然先過咗1個學期，但我要話 Williams 嘅經歷令我喺 career 上面有好多好寶貴嘅成長。因為呢間學校喺華語教學界有好高嘅聲譽，而無論教授同埋 TA 都有好豐富嘅教學經驗，所以呢，我可以喺每個月嘅 faculty dinner 上面學到好多嘢。我可以同佢哋分享教學嘅時候遇到嘅情況，亦都可以從其他老師嘅案例上面呢學到唔同嘅教學技巧。除此以外呢，我哋每個禮拜亦都有 TA 嘅工作坊同埋教學嘅工作坊。前者呢會幫我哋例如搞活動啦，又或者係學校點樣營造一個 diverse 又 welcoming 嘅學習環境，亦都會介紹啲 Williams 以外嘅工作機會俾我哋。而後者呢，就有唔同語言 department 嘅教授合作，去同我哋介紹一啲教學嘅方法、課堂管理、點樣糾正錯誤等等。而好似之前嘅 TA 所講呢，我哋喺 Williams 嘅身份既係老師，亦都係學生，咁所以我每個學期都可以 audit 一科。喺呢度嘅課堂有好多唔同嘅形式，例如中大會見到嘅 lecture、小組討論為主嘅 seminar， 同埋我哋藝術系嘅課程比較常見嘅 studio class。咁我上嘅呢係以性別研究學系嘅一個 seminar，
因為係 audit 嘅關係咧，咁所以我每個禮拜就要讀 reading 同埋參加課堂討論就可以啦。但係每個教授對於 course load 都有唔同嘅要求，有啲可能會要你寫 paper，有啲可能會超啲。咁事前咧同佢哋好好溝通就唔有太大嘅問題。對於我嚟講咧，雖然要睇嘅內容都唔少，即係加埋都有700幾800頁嘅 reading，但係因為課堂氣氛好好，同埋喺香港暫時未有大學開呢一科住，咁所以咧我上得非常非常之開心，甚至係啟發咗我後來嘅 research proposal。咁除此之外啦，T 亦都可以揀 PE 堂，我哋有滑雪啦、攀岩啦、防身術同埋射箭，都係一啲香港唔太常見嘅 PE course。咁所以我都好期待跟住我哋冬天上一啲可能同滑溜冰、滑雪等等有關嘅 course。而因為平時翻工翻學，再加上交通唔係咁方便，咁所以我都比較出醒去玩。但其實留喺 campus 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嘢做，我哋可以參加唔同嘅組或者係唔同嘅 club。如果冇睇啱嘅話咧，都唔使擔心，因為學校每個禮拜都會有 daily message 去整理翻嗰幾日嘅大小活動，包括 workshop、睇比賽、睇表演等等。而10月嘅時候咧，仲有一個禮拜5係登山日，當日嘅堂會全部取消，但具體係邊一日就要睇翻朝早嘅 email 先至會知。而無論到時係同大隊一齊行山，定係留喺學校，其實都有 talent show 同埋野餐環節可以參加，氣氛好熱鬧。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有一啲活動係會去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州，例如我哋之前有過一個去 UMass 睇dance show 嘅一個機會啦，又或者我哋都會搞唔同嘅參觀活動，都係免費包車接送嘅。我哋嘅部門咧亦都有 organize 我哋一大班 TA 一齊出嚟玩，例如9月嘅時候去咗戶外音樂會，10月嘅時候去咗農場摘南瓜，咁嚟緊12月咧就會去睇燈光 show，咁其實活動都相當之豐富嘅。而如果只係自己平時想出去買嘢食飯，campus 上面其實亦都有免費嘅 shuttle bus 去接送，而每逢 Thanksgiving 或者 Winter Break 呢啲長假咧，學校都會有長途巴士服務去來往波士頓或者係紐約呢啲大城市。雖然要俾錢，但係其實個價格都比坊間平成20蚊左右，都算係相當實惠噶啦。我覺得，因為呢度嘅生活圈子都唔算太大啦，學生嘅人數都比較少，咁所以我哋最主要都係一班 TA 一齊玩，我哋關係其實都唔錯嘅，周不時都會搞 house party，一齊分享翻自己文化嘅特色食物，亦都會一齊慶祝萬聖節啊、Christmas 等等嘅節日。我都特別想感謝翻中文系幾位教授嘅關心同埋招待，佢哋即時真係非常非常之忙，但係如果我哋需要嘅話咧，都會 offer 我哋一個 drive 去可能唔同嘅超級市場或者去 Albany 買嘢、參觀等等，更加會邀請我哋去佢哋嘅屋企作客，一齊過節。Williams 咧並唔係大家可能想象中嗰種繁華熱鬧，甚至有啲 chaotic 嘅大城市生活，但呢度體現咗歐美國家餐齡交嘅文化，係一個感受美國校園、體驗小鎮生活節奏嘅好機會。呢啲緊密嘅社區感唔單止體現喺日常生活之中，亦都在於 Williams 有好多 build connection 嘅機會。無論大家日後想從事華語教學、文化交流嘅工作，定還是純粹想留喺北美發展，只要利用呢度嘅資源，絕對可以揾到好好嘅機會。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參加呢個 program，可以參考翻歷屆 TA 嘅介紹。佢哋嘅分享捕捉咗一啲我因為時間關係所以冇分享到嘅細節，同時咧亦都從佢哋嘅角度分享咗自己嘅 experience。例如有啲同學可能會擔心，我唔係中文系出身，可能唔係呢個 program 要揾嘅人。但其中一位翻譯系嘅 TA 咧就提到佢利用自己嘅學術背景去處理翻一啲教學嘅工作，係好有參考價值嘅。我亦都會建議大家申請嘅時候睇翻 Williams 嘅官網，認識下 Liberal Arts College 嘅宗旨、架構同埋課程設計。只要大家表現出對教學同埋對跨文化交流嘅熱誠，我相信 Williams 係會係一個好歡迎大家嘅一個 program。最後都想 address 翻一啲大家可能會擔心嘅問題啦，就係美國嘅政策轉變。我自己收到 offer，攞到相關嘅文件就即刻申請咗 visa，所以冇點樣受到6月政策改變嘅影響。而喺呢度都想感謝翻 UC 嘅負責人不斷咁樣跟進我嘅申請進度，去幫助我處理好多問題。而 Williams 呢邊嘅負責人細心盡責之餘咧，效率亦都非常非常之高，令我覺得好安心。而事實上，我嚟到呢邊之後咧，亦都會有啲相關嘅 workshop 同埋啲 talk 去教我哋點樣保障自己嘅權益。所以 overall 咧，我都覺得唔算太驚。如果大家對於教學工作、對於文化交流或者對於美國嘅大學生活有興趣嘅話咧，我都絕對會鼓勵大家去申請翻呢個 program 嘅。好，所以講到呢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問題嘅話咧，可以透過呢個 email 嚟聯絡我。咁都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參加啦，又或者係可以揾到自己想做嘅嘢咁樣。好，多謝大家。